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县政府的政风处有一个女科员，当初参加国家考试是摕到第2名。去年底，伊讲要照顾到破病的外公，所以申请留职停薪。结果这段时间，伊去做传销，变成一个网红，2个月就做到选召级的大赛，1个月赚将近100万。但是伊有公职的身份，煞伫个面册来等伊做传销，赚真侪钱，伤过请赢咯。顶个月互检举，违反着公务人员服务法，廉政署嘛下令甲调查。伊做公务人员，1个月薪水5万块，甲做传销1个月赚80万是差天甲地，所以已经伫个顶礼拜5来离职咯。体格瘦挑，这个长头毛的美女，伊脚穿这双鞋啊，差不多要7万块。面对镜头伫翕相，不管是虾米款的表情，拢可以袂倒。伫面册嘛有真侪看夜景、赏樱花、食点心的相片，袂输是网红同款。平常时，120万的皮包啊，配合穿插出门，无讲你可能唔知，伊是云林县县政府政风处的科员叫吴安琪，伫社群平台写文章，拢是替人做面分享产品的经验，甚至连签约过程嘛铺上网络，而且短短2个月就成为选召级的大赛，佮传授经验，袂输是直销的网红。其实这段时间，伊讲要照顾破病的外公，甲政风处申请诉亲假。期限到今年6月，还阁去做直销。顶个月被检举，讲有兼做美容，当时调查无违法。意外发现讲，伊有咧做直销，23时就赶紧施证。他承认他有这个直销，这个是法令不允许的。吴安琪是国家考试的本案，伫政风处的预防科7级顶工作差不多2年，月俸差不多是5万块。还阁伊兼做美容，1摆就会使赚2000至5000块，直销1个月更加赚80万。还阁伊颠好嘢，互人检举。政府伫各单位内底拢是咧监督别人的角色，结果伊本身做无好，连公务员任内拢因为工作态度无够积极、无热诚，连续4档的考绩1等，所以我已经离职啦。延过云林县政府议员的召开考纪会，追究行政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